除了气候影响到各行各业，这气候嘛去影响到上高靠天食饭的农业。在台南的关庙上界出名的金山往来，都因为天气造成产季影响，这产量是无法度应付需求，价销大起，每公斤已经破30块，这是比往年同期的价销起要5成。透早，关庙往来产销班人员陆续甲几车往来载去集会场，关庙农会也派人进行分级包装无用试吃。受到气候影响，往来产季延后，目前关庙往来产地价销每公斤超过30块，比应过同期平均起码5成。系啊，因为今年冬天冷比较久啊，今年算不错啊。保价无，甲去年来比咧，快低咯，来今年价销差不多偌济啊？29块。往来产地价销每公斤超过30块，佮创下22年前 SARS 疫情以来的同期新高。农会原本会当成万请协助运销，不过订单一直来，即阵也紧去甲大盘抢货，目前单日交货量大约7000斤。今年价格是比往年好很多，因为可能一些可能市场的需求的缘故啦。在我们的产地价在1公斤在30几块。年初迄阵啊，低温吼，伊个天气无稳定吼，所以预估吼，今年往来比往年还慢1个月以上吼，大概4月底才会比较量产啦吼。农业局表示，关庙往来种的面积超过500公顷，佮加在去年风台无啥影响到，目前收成品质拢袂歹。即马天气渐渐咧变热，往来会搁较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